诗篇第44篇，考拉后代教士的诗，交予圣乐长。上帝啊，你伫古早阮的祖先的时所做的代志，阮有亲耳听见。阮的列祖嘛有对阮讲起，你有用你的手赶走列邦来栽培阮的祖先，有降灾祸，予遐民族来予阮的列祖发展。因毋是靠家己的刀剑得到土地，嘛毋是用手骨救家己，是你的正手、你的手骨、你的面会光救因，因为你意爱因。上帝啊，你是我的王，求你出命令拯救雅各。阮靠你车倒阮的对敌，阮靠你的名吞踏攻击阮的人。我无倚靠我的弓，我的刀嘛袂救我。你有救阮脱离对敌，互怨恨阮的人失败见效。我要规日夸口上帝，要永远称赞你的名。毋过现在你放杀阮，互阮受凌辱。你无甲阮的军兵斗阵出战，你互阮伫对敌的面前越头逃走，出在怨恨阮的人抢夺。你互阮亲像羊，互人吞食。你甲阮赶散去列邦。你甲你的子民俗俗啊卖，你减有得到甚物利益？你互阮受隔壁国凌辱，互四围人啼笑讥刺。你互阮伫列邦中做笑亏，互因对阮害头。因为裸骂诽谤的人的声，因为对敌甲报怨的人的缘故，阮规日受凌辱，满面见笑。这个拢临到阮，阮也无袂记得你，嘛无违反你的约。阮的心无违背你，阮的骹步无偏离你的路。你竟然甲阮拍倒伫豺狼出入的所在，用死的阴影搭阮。阮若袂记得阮的上帝的名，伸手反映别个神明，上帝减袂看出，伊一定知人心内的秘密。阮因为你的缘故，规日受杀害，人看阮亲像要互人刣的羊。主啊，你着精神，哪还得困？求你起来，毋通永远放杀阮。你是安怎黄你的面？是安怎袂记得阮所受的压制甲苦难？阮已经趴伫土粉，腹肚搭伫涂骹。求你起来帮助阮，因为你是慈爱，求你救赎阮。